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台文博览会。咱礼拜下晡吼2点的这个全台语的讲座吼。咱台文博览会呢，除了咱今仔日这个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咧，咱院也吼有办理咱侪台语相关的活动，也是课程，像咱阁有这台语文的课程，也是开讲会、读册会这相关的资讯吼。欢迎大家会使伫网络顶头吼，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到阮相关的资讯。下底吼，我着占寡时间吼，先甲大家放上小介吼，咱台文博览会吼，咱即个月精彩的活动吼。好，咱伫咧咱后个月吼9月20吼，咱有即个台语开讲会。咱这台语开讲会吼，咱2个月办理一道吼。主要吼是伫希望会使提供一个即个线顶的即个台语的即个聚会的即个空间吼，招大家吼，靠大家做伙来练习讲台语、听台语，用台语吼来做伙交朋友。所摆9月20吼，咱即个台语开讲会、台语过生活吼，非常欢迎大家吼会使做伙过来线顶吼，咱做伙聚会吼。咱这台语过生活，咱逐摆吼拢有3趴精彩的即个台语故事。所以咱时到吼，咱伫咧线顶吼，会使就这主题吼来听看要安怎用台语分享吼，招大家做伙来线顶吼，甲阮做伙熟悉，做伙开讲。过来咧是咱台文博览会吼，逐个月固定办理的即个台语讲座。咱今仔日这场呢，是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的杜信良先生吼，下半年度的第2场吼。伊吼要来演说顶一摆讲的即个放毒这本小说吼，要来继续来甲大家做绍介。除了这场以外呢，咱伊吼明仔载吼，阁有即个台文家私密的讲座吼，要来教大家要安怎找台语使用即个找台语的词典吼。这目前现主时拢还阁有名起来吼。咱明仔载暗时8点到即个10点半。若是想要学习要安怎使用即个台语文的家私吼，找台语的吼，非常欢迎吼，会使来报名这场的讲座。咱这讲师吼是咱台文家私密的创办人吴海美先生吼。若要报名咧，咱遮拢 QR code 啦，扫落去就拢通报名。好，这是咱下半年度吼，咱下半年度杜信良先生吼，咱要来熟悉即个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吼。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即个放毒内底即个角色的描写。过来吼，咱阁有即个考册，阁有即个杜信良先生吼新出的即个诗集吼，要来甲大家分享吼。伫遮嘛放上者吼，咱伫咧9月吼，伫咧9月起吼，伫咧咱打狗吼，高雄文学馆遮吼，会有即个杜信良先生，阁有即个萧平弟吼，作家萧平弟先生吼，2位的即个台文的册典，台文的册典有定吼会伫迄个高雄文学馆的2楼遮，会绍介2位吼，因所出过的册，阁有因的一寡背景绍介吼，伫遮会有一个册典吼，嘛伫遮放送吼，嘛邀请各位吼，若时到吼，若有来咱打狗吼，拢欢迎来高雄文学馆吼，会使看咱杜信良先生，阁有即个萧平弟先生的即个册典。咱这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自即个2021年起吼，咱着陆续吼，咱着甲即个高雄文学馆合作吼，有办理逐档吼，拢固定有一个年度的主题吼。咱即2档吼，绍介咱即2档的主题是绍介咱台文吼，台语文真重要的作家吼。去年绍介陈瑞先生，佮陈明仁先生吼，今年绍介即个杜信良，佮有即个萧平弟先生吼。遮相关的咱讲课的讲座吼，咱拢伫咱台文博览会吼YouTube 的频道顶悬拢看会到遮的迄个看会到遮的讲座。所摆吼，咱除了今仔日即场吼，若进前吼，若
无来参加过的吼，但是讲有落口去想要去补的吼，熟悉迄个两位作者的即个作品吼，咱拢非常欢迎吼，会使咱 YouTube 敲找即个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内底即个频道吼，拢有咱过去办理的讲座，咱这拢有录影嘛拢会使继续等于看安尼。这是今仔日这场的讲座吼，咱放毒的即个角色描写。好这是拄则有讲到吼，咱明仔载吼都有一场吼，即个加西面的讲座。咱这加西面的讲座吼，2个月一轮。咱逐个月拢有一场啦。2个月一轮就固定来小解即个拍台语输入法，佫有即个找台语书典要安怎使用。这咱固定伫逐个月第3个拜一。所拜若欢迎吼，想要知影即个台语文这现代家史要安怎使用的吼，尤其这书籍法甲书典吼，也就是咱学习台语文的即个真好用的家史吼。尤其吼，咱这讲座吼，佫是咱总破西，佫是咱即个5虾米吼，咱台湾博览会佫有即个台湾家史面发起人吼，要来甲咱小解吼。所拜咱非常欢迎咱明仔载明仔载就有一场吼，反正欢迎大家会使来参加即个家史面的讲座。若家己会晓的嘛不要紧呢，就是会使招朋友吼，把这个消息放送互朋友吼，会使招因来听这现代台语文的家史要安怎使用。明仔载这场吼是找台语教你安怎使用书典吼。过来吼，咱今年吼嘛有甲即个高雄文学馆吼合作办理即个台语小说书写的工作坊吼。咱今年甲高雄文学馆遮合作拢总有办理3个工作坊。头一个工作坊是咱教大家要安怎体验用台语文生活书写。第2个工作坊吼是即个台语散文工作坊。散文工作坊咱是王昭华先生吼，来甲咱做讲师吼。这伫昨最后一场嘛正式结束吼。咱后一场呢，后一个工作坊呢，咱8月30会正式起稿吼。这咱今仔日吼，咱报名是上尾的期限吼。所拜吼，若有趣味的呢，咱这就是要教大家安怎写小说。所拜这报名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至少要有一寡台语文书写的能力吼，尤其是罗马字，尤其是即个罗马字。所拜咱今仔日报名的上尾阵吼，有趣味的吼，欢迎来报名。咱8月30吼头一场吼，咱有开放哦。咱这8月30头一场，咱有开放互咱一般民众吼拢通参加。除了这个工作坊4场，头一场咱有特别开放互迄个像讲这用讲座的形式吼，伫现场伫即个高雄文学馆，有开放互一般民众拢通报名参加。所拜若有趣味的吼，来听即个陈明林先生吼来讲即个台语小说的基础的，咱非常欢迎吼。咱伫咧8月30拢欢迎来高雄文学馆遮吼，会使来做伙听即场讲座。现场会使甲即个陈明林先生做互动吼。这相关的资讯吼，拢伫咱台湾博览会即个 Facebook 还是讲即个相关的即个社交媒体平台拢找会到，好以上讲到的活动呢，除了这个讲座、这个工作坊吼，咱协会吼嘛，咱台湾博览会嘛有办理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佫有即个找台语读册会。台湾文学读册会吼，咱现主席咧读的吼，就是咱董信良先生的作品《放动》。所拜咱今仔日讲座听煞吼，若是讲佮听无够开，想要佮继续了解即个佮较侪精彩即个作品吼，咱非常欢迎会使来参加即个读册会，放动的读册会。这会使来甲咱熟悉一寡咱台语迄个做伙台语文的友志吼，做伙来读即部作品吼，做伙开课吼。另外吼，咱除了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以外，嘛有即个找台语读册会。找台语读册会现主是咧读的呢，是即个咱这固定拢是读全白话字的文献所拜若感觉认为讲家己台语的能力袂歹，白话字嘛真熟手的吼，嘛非常欢迎逐礼拜3吼来做伙来参加咱即个读册会。好过来咱后一期吼，后一位咱按算10月会起稿吼，会开课吼，咱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
搁有单位乡属补习的读册班，咱有定简章甲报名的资讯咱有定9月开始放送，所以遮大家会使注意 follow 一下咱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Facebook。好，除了咱顶头所讲到的遮协会所主办的活动以外咱嘛甲咱的友社即个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有合办咱即即个台语的读册会，所摆咱其实咱即摆若想要找台语的资源，还是讲想要学习台语的学习台语，咱其实线顶免惊找无资源你看，敢若咱友社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就办理遮济读册会，遮读册会要安怎时间搁有要安怎报名请到即个老台语叙述台语社诶，即个 fan page 咱 fan page 迄个 Facebook 的 fan page 会使，拢会使找到遮相关的资讯，这嘛拢伫线顶的，咱逐礼拜就拢有办理好，以上讲到的遮活动呢，拢是由咱社团法人高雄市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所主办理的所摆若是认同阮的理念，还是讲希望甲阮共款做伙发展台语文生活化甲正常化咱邀请各位来支持阮会使寄付不管你是定期寄付，还是讲咱一摆过一摆即个赞助寄付阮拢非常的感谢阮嘛会继续来提供更较好的服务继续办理遮个活动好，安尼接续咱拄则讲到遮个消息搁有这捐款寄付的资讯拢会使伫即个 QR code 找到也是讲你伫Google 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嘛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好，安尼接续咱就甲时间交互咱的今仔日的苏小姐怡欣，搁有咱的即个台文作家杜信良先生来怡欣。好，多谢弟弟，多谢真详细的资讯放送。安尼，我先来放送我的画面。好拄则有介绍到就是大家好，我是怡欣，我是今仔日的苏小姐咱今仔日演讲的主题同款是咱是2005年下半冬的即个杜信良先生的作品系列讲座今仔日咱的主题同款是放读一本小说，第一篇小说集。伫开始进前先简单小解杜信良先生信良兄是咱即个少年辈的台文作家伊有出版足侪作品除了有散文小说，也阁有诗集也阁有互囡仔读的绘本信良兄真有家己的即个风格也阁有足强的即个本土意识信良兄本身是台南人，所以伊的作品出现一个台南的意识甲台南的腔口因翁仔某嘛真拍拼咧出版新的作品，今年有出版迄个互囡仔读的绘本叫做吴琴先生穿管搭的中是今年2月出版的，所以若是有兴趣的朋友嘛会当去敲找相关的资讯拄则弟弟嘛有讲到今年9月信良兄嘛有有一个诗集叫做拢是阮咧黑白相一个新的作品大家嘛会当期待一下好安尼拄则小姐敢会当请信良兄先甲咱线顶的朋友拍招呼一下大家好。多谢信良兄除了今仔日邀请到作者本人以外，咱共款嘛有邀请3位友姊因要用因的水声来朗读放读这本册的文本，互大家听。安尼第一位先邀请君娜来甲大家挨写字一下。大家好，我是君娜。好，多谢君娜。第二位是小嘉，小嘉请。大家好，我小嘉。好，多谢小嘉。第三位是文如。大家好，我是文如。好，多谢文如。
好，安尼今仔日就邀请3位好用因的水声朗读来陪伴大家。好，今仔日主题是放毒角色的描写，会讲到角色的一寡元素，意义甲暗示，这个角色是要传达什么款的价值观？好，今仔日咱会经放毒这本小说内底5篇的第一篇小说，好，甲顶个月无共款，顶个月是经内底3篇今仔日是另外5个无共款的主题，好，所以会分做3趴无共款的真爱的这个方面来甲大家做分享。好，安尼这部分就麻烦信良兄。好，大家好吼。其实今仔日的头起先的内容就是有嗲几篇的小说吼，内底其实的主角吼，拢较侪咧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安尼，有的时阵会用一寡较声人的剧情，比如讲是一寡鬼仔故啦，还是讲一寡政治历史有小可甲揽起来。安尼其实我是较想要写一寡爱情的物件当然迄一寡物件就是甲我过去有一寡家己发生的，嘛有可能是听人讲的，家己有身躯边的人看到，还是讲咱家己的一届过去的一寡恋爱的故事咱拍七仔一位查甫囡仔的心理，甲查某囡仔的心理其实是无啥共款的。伫我写的时阵，其实我尾有感觉，就是讲咱的观念其实有小可无啥共款，就是因为学校无一寡教咱一寡真爱情的这种物件，我会想讲想要甲写落来安尼。其实即摆回头去家己看，其实是发现一寡人性的弱点，甲一寡破拍。这嘛是想讲会当来做一寡今仔日的主题。即摆我转来看这几篇小说来讲我会讲其实咱过去就是做地狱这种物件，只是讲咱拢袂晓。后一页的话，阮会为一寡头前先为争夺这篇小说来讲。争夺这篇小说咧，就是其实是较拢无完全是拢无政治的。我头到尾拢是讲争夺为头起先，就是先用声人的方式先讲一寡鬼仔故。伊个这鬼仔故就是因为三角关系因为某种因端迄个女性去自杀，女主角去自杀变成鬼安尼，去声人来读。我感觉这是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手法啦吼。尾搁讲到两篇小篇的第一篇小说吼，男甲女同事的秘密。其实伊小可就是我家己有经验，经历过一寡朋友咧甲我开啦，就是讲咱毋捌爱情因为我哥是电机出身的，电机出身就用一寡学术工程数学啦、电数学这种物件来去解说爱情，其实是迄是到尾迄是拢袂通啦吼。就去讲到尾嘛是以第三者以同事的真爱安尼去写这题其实我尾发觉是讲，其实我拢是写无了，只讲拢是先写者安尼。我感觉这是拢未完成的物件啦吼。搁尾就是接续搁为阿芬阿鸾另外一个阿鸾放毒的阿鸾甲审判阿鸾，搁到尾争夺。其实我尾感觉讲，我对女性的认知其实有意无意。参像我有小可家己有发觉讲有一寡父权的观念，我家己无认清的，搁有就是我嘛想要甲我过去拄过的人还是听过的代志，想要甲写了一部分是感觉趣味，另外一方面就是感觉讲安算是较中年嘛即摆回顾看少年时，还是讲甚至搁较细汉的时阵，为初恋暗恋迄种心情。我感觉这是足好耍的物件，
我安尼甲想要甲安尼聊了写啦，安尼嘿，尾也去讲到情刀啊，种较大人款的爱情吼，互被迫反背爱情，互被反背爱情，我感觉这拢是真正是逐人去思考的嘿物件，我嘛感觉足趣味，安尼甲写安尼，大概先安尼嘿。好，多谢信用兄。安尼，接落来咱就要来讨论情刀这篇，是伫放毒册内底79页到103页，103页对。好，安尼咱就来读情刀的第一趴，邀请 Gina 来甲咱读。好，情刀自从迄天了后，平日暗时，一人相连续看见亲像烟仔的形影，行过来行过去。平日方面有请师公来招魂，听讲拢招无。师公讲怨气真重，转去了后，毋知影安怎3工袂食袂困，人神神，双目若食毒的人，强要翘起。不管这事也是没事，护士医师拢毋敢一个人巡房。病房内有患者看到医生来，就叫：“陈医生，你来啊哦，遮久无看，愈来愈水呢。”查甫医生惊到拢讲袂出话，喙齿吱吱转。有的患者看甲活要惊死，半暝直直发：“莫阁来啊，我才烧互你。我要来转啊，无爱住遮啦。”迄间疫间啊，半暝3点外，水道头无人开，煞家己底漏水。规间疫间啊，拢是火。摒扫的阿婆惊到心脏病发作，加在有救回来，落尾手病院院长才愿意甲迄间疫间啊封锁。2条黄花黄花的带拍一个大的册啊，顶悬写：“当伫工程，毋通挖金。”阿欣赶夜班，拄到病院停车场，车拄好尔，目睭前一个影，穿医生衫，指甲吐吐，面仔白四煞，目睭若乌空，要吸人的身魂。阿欣惊甲若下狗，无法度参照发休，迄太会是人，是鬼，绝对是。规身躯红下皱，双脚无法度刷动，规身躯直直转，气胃寒，时间无长伫结霜，空气掺染麻药共款。这一切遐尼真，阁遐尼虚幻茫茫。叶小姐，你也有看见哦？阿欣到守卫仔后壁啊遐，话煞吐袂出来。人若着猴讲话大舌，后壁袂输捌看见的款。看阿欣惊甲毋正人，想要笑，应甲真自然。迄落，过来啊！死毋知转，我看甲拢无感觉啊。伊对生了较水的查某囡仔上有意见。我这老查甫，伊嘛无看伫眼内。哎哟，可怜哦！怨气遐重，何物可怜？这篇其实是算这本册放到内底唯一2篇无政治的吼。我写这其实是完全是趣味好耍啊。当然是要讲一寡角色的心理观念啦。主要是感觉讲哦，对，迄个叶小姐是阮某啦，阮某是护士。这几啊个呢是伊甲我讲的，嘿当然有一寡虚构的部分啦吼。这等下去讲。就是因为就是有一寡听头前的现实的故事我感觉这我足趣味嘿，我有想要甲写啦。几啊个是一个
一个内底一个元素。啊，我感觉这是人的人性，就是讲伊到底是安那？伊世间查甫遐济啊，迄阵时我可能较拍无起来时阵吼，某种一个时期，歹拍无起来，爱想我人遮好，吼，遮莫讲遮缘投，遮有知识，啊是安那拢无法度请人来安尼，请查某囡仔来甲我做伙，啊，为虾米？就是等者后一篇就讲咧阿南，阿南甲我讲一句话，讲迄拢是钱啦，就是用钱来请啦，啊，搁这拄着即种鬼仔股吼，其实迄就是某种程度的鬼仔股，伊。人是到底是需要啥物物件？啊，敢是有钱，就是有一切。啊，尾仔佫讲着讲，即个争夺其实是查某人对查某人的毋若是查甫人的反背，啊，佫有查某人对查某人的迄落战争。啊，其实是查某人对查某人上，就是较就是看袂，就是看袂顺眼安尼就对啊。嘿，啊，即我感觉就是讲，啊，搁我过英国就搁即摆看几啊片，啊，就是讲，我嘛个安尼写做一个小说的元素安尼，安尼真啊，搁有一点就是讲，真爱到底有道德，吼，有道德无？有道德无？啊，这到底是安怎来去解说？啊，伫咱的就是咱的人生的过程中。你总是会往问讲有一个人来相伴，啊，迄个人到底相伴到底是安怎因素来吸引你？啊，你到底是啥物款的？你欠缺啥物物件？啊，等等，其实某种程度是需要迄个爱啦，迄个爱的成分到底是啥？啊，大概先讲到安尼。好，啊，接落来咱继续来读阿南。阿南是伫放图内底。139页到141页，这篇阿兰的第一趴，咱请小嘉来甲咱读。是安怎工程数学无法度偷爱情的角？有一摆，我举手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徛起来了后，我看到阿南，我煞点去。有一个学长，查某朋友一个交过一个。伊叫阿南，伊捌甲我讲，查某的秘诀就是钱。到尾我才知，迄根本毋是数学的问题，也是有啥物大道理。当我出社会，我才大大理解，这嘛是咱南部囡仔较单纯的应单的款。后来阿南转系去经济系啊，伊讲以后若毕业。爱真有经济手腕甲知识，是到查某囡仔拢会活过来。但安尼，我实在无迄个经验。我凡说会互女权主义者按歧视女性、无法女性的罪名，其实我无怪伊啦。何况我文章内底嘛无写伊安怎啦，颠倒是一种错乱的心情。我知啦。评审是唯一的读者。这篇文章，凡说你要伫市面上敲找，嘛无得找。啥物？你要问我奖金偌济？你敢当作我是阿南？我甲阿南讲，我有写一篇小说，是咧写阿芬，请伊甲我指教一下。我开电脑互读，阿南开要半点钟的时才看了。落尾，伊一支手拄下斗，另外一支手中指甲目镜拄好正，用一种真经济学者的开口讲：评审敢会是阿芬？我雄雄惊一条，阿南应该爱来写小说。这篇吼，其实是足趣味，我个人感觉足趣味啦，就是有2点，就是其实我这篇是先写阿芬写了，较个补的，啊补足第一篇，啊意思我建构一个情景，就是讲我甲某一个人，吼，迄个人就是阿南，啊因为我写阿芬写了，我感觉我心里有欠缺，啊有啥来欠缺，就是讲我感觉
某种程度我感觉我写了上过真啊，还佫有感觉我甲迄个阿芬写了上歹啊，无法女性安尼啊，因为阿芬是我算我头先第一篇小说，啊是写女性写袂少诶。啊，我感觉我尾啊，我感觉写了伤过歹去，我讲歹是对这查某写了伤过歹，啊，所以我就搁创作一个人叫做阿南，啊，伊教我用经济学的物件，甲我讲吼，这就是钱啦，啊哪有诶无嘿，啊，就某种程度就是甲伊爱情观带入来，啊，虽然可能虽然可能有认同无认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就是甲写入去小说内底，啊，搁讲着。因为阿芬是有着迄个，我有去比文学奖，啊，当然我就想讲，到底就是小可甲评审小可甲艺啦，啊，艺讲你其实你嘛唔捌爱情啦，啊你可能嘛唔捌文学安尼，嘿，啊尾也是讲，阿南吼，我是学工程的，我理工科用数学、经济的物件来开破爱情的这种物件。啊，爱情什么就是有钱就有情嘛，以阿南的观点嘛，吼、阿南的观点，啊，因为伊尾啊，因为安尼电机无读啊，去读经济学，经济系，啊，就是可能我感觉我创作这个，我无，因为这种观念吼，就是小可我伫大学的时阵，我可能。安尼讲，可能无啥对同吼。就是因为某种一个时期，我拄着的人，尤其是北部人，我毋知是安那，就是就是拢会有即种想法就对啊。啊，我感觉就是阮为南部囡仔起来的，嘿，啊，就是另外一篇小说阿芬啊，是讲审判，拢是用南部的囡仔安尼我起来，讲原来这世界有遐济物件。会啥人啊？其实南部囡仔较单纯，啊，互去台北了，还是去北部了，世界诶眼界完全拍开，啊嘿，啊就参像讲，到底我诶爱情观是对啊毋对？是毋是爱嘿？大概是安尼。嘿，啊嘛有可能就是因为某种程度写一篇是某种程度是对于我写阿芬迄个角色。迄篇小说迄个角色的时阵，我感觉某种程度一个补偿，大概。好，接落来咱要来读甲女同事的秘密，吼，啊是伫放毒的第41页到44页。第一趴，咱邀请文如来甲咱读。太好啦！人工才补偿你啦，你知啦。我实在无法度忍受伊塞奶的声人，我亲像迄只家雀，嘛通接受伊身躯每一粒细胞的跳跳，佮透揽一种足特殊的香味，甲我迷甲毋知东南西北。我知伊的暗示，总是看到迄只家雀有一点仔不安。步面，阮拢袂去问对方家庭的代志，我已经想袂起来，阮是安怎斗做伙啊？伫情感的世界，无啥代志讲会清楚的。是讲，看到迄只家雀甲迄个奇怪的梦，我开始感觉我袂输是以前饲的一只家雀，第三者的地位是足歹斩断的，袂输是太袂死的家雀，每一只拢随时会互牺牲，死了随搁活起来。我头壳内直流以前讲要饲家雀的面容，甲我紧甲害死的喙形。若要偷食的人，应该爱去研究家雀生活的哲学才对。
真阵啊吼，就是毋是上有名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外国的乐团叫做 Coldplay 嘛，毋是有一个同事，一个总裁啊，甲伊的秘书款，毋是偷食互看着，即马全世界拢知嘛。当然我写即篇的时阵，即种代志还未发生啊，只是讲即篇算嘛是算第一篇我小看迄阵阵可能我毋知当时有一个感觉想要研究，莫讲研究，就是一个想讲到底偷食的心理到底是啥物物件？嘿，人讲定定讲爱着较惨死嘛，到底是安怎要做即款代志？尤其是为结婚的人结婚了，到底是要啥要做即款危险的代志吼？甚至到我前一篇真多，迄拢是第三者话是同事，就是工课场啦吼。医生啦、甲护士啦，有办公室的人安尼吼。当然我嘛有以我的经历来，早起前嘛是捌听过，伫公司嘛有听过，只是讲袂去想安怎因为就是咱是外来的人啦，咱毋是同事者。我只感觉讲，迄是安怎？为着真正是为着真爱，还是讲为着生活的压力，还是讲为着要升等啦？还是真正因为生活无美满，较可以找另外一个爱情，还是讲一个物件？佮用家纸这个来形容，就是讲，你若讲为着要求生存，去共斗骹，安尼，这是变成你的生存的方法。你着真正像家纸安尼拍死袂退安尼，安尼较无论是查甫的角度来讲，还是查某的角度来讲，我是感觉这趣味安尼，就是想要甲。就是因为听过即种代志，就写落安尼尾就是为头前遐，就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女性还是讲男性的角度，有一寡小可故事，安尼写落了，佮有其他的接续来故事，就是阿芬阿乱甲审判阿乱，佮掺一寡政治啦，佮有女性的反背，为政治方面。讲到政治，就是讲到美人计，美人计，用女性来去声人去做反背，毋那是政治的政治国家的反背，嘛是佮牵涉到个人的真爱的反背，安尼，就以用即款的主角的定义，还是讲应该是定位啦，只个定位来去写安尼。大概好，安尼说来就是，咱进入到真爱第二趴，赶快请信用兄小可介绍说落来角色的元素。其实阿芬即个即个角色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拄则讲，我讲阿南的时阵其实我有小可欠缺就是感觉讲我到时甲即个人写了伤歹，是安怎写了伤歹咧？某种程度伊是有一个暗喻我以早足细汉的细汉时的一个恋爱的对象，甲初恋的对象。我也感觉讲，其实伊是足侪的身份啦，毋那是讲初恋还是暗恋的细汉的对象。我甲伊牵起来，牵起来了后，佮甲伊无条无治，甲伊塞入我注意的政治现象，甲历史现象。所以我感觉讲，我甲伊写做反背，即个主角的定位，所以我也感觉讲，我敢若无啥好，所以我写阿南迄篇。过，咱即摆回
分贴来讲，其实每一个阶段吼，因为就是国小啦、国中，还是讲按大汉、大学、研究所出社会，对真爱这个观念吼，其实是愈来愈有变化的，吼啊，无论对方变做啥物人，其实咱个人对真爱的观念，即马想想嘛是笑笑的吼，只是讲感觉好耍只是讲嘛是写落对我家己回顾安尼，对嘿，就是对细汉对真爱想象，到大汉对真爱的认捌甲现实，吼现实这个物件，佫有一寡我感觉出社会对我来讲有影响着啦，吼，就因为社会化绝对啊。佫有一寡一寡地点，这个地点其实是拢是真诶啦，就是我细汉有去过的所在，嘿，我嘛雕工甲写下来，嘿，雕工甲写下来，嘿，佫有阿芬内底佫有上重要是讲，我拄则嘛是我讲着，就讲台北啦，因为我去台北，我尾仔去台北读册。台北北部诶，甲南部诶，真爱观念哦，当然莫讲好也歹啦，只讲相对上就是台北有影较开放吼，有影较开放尾咱才发现家己活伫家己诶世界安尼，佫有牵涉着一寡有诶无诶，啦是我甲南诶变做即个小说诶阿芬还是讲阿鸾，这两篇小说诶女主角诶。迄个模样安尼，嘿，大概。好，可惜啊。安尼刷落来，咱就来读阿芬这篇作品，吼，是伫放读内底第113页到138页。安尼咱就请君娜来甲咱读阿芬的第一趴。好，梦里远远迄个穿短裙、穿宽搭的查某人行过来，身躯迄领衫真无长，那玻璃丝啊薄佮透光，内底的布拉只看现现，形前有自由女神的胜利记号，两粒徛停停的飞弹，强要射过来。裤底敢若有一只虫尿蛇，拄困醒共款要讨食。我互伊吓甲袂顶袂动。伊是啥人？叫啥物名？微微啊风，耍人伊乌闪闪的长头毛，头毛丝伫风中跳舞，将我的心脉牵引属于伊的韵律。小等下，我的目睭前，阁也袂将伊的面膜看好明咧。嘿，毋就是芬啊！我逐年国小同窗，捌坐伫我隔壁。因兜住伫明兴路过南宁桥，看会到消防局、省强国小边仔万年店后壁。伊甲因阿嬷好两人住做伙。我捌伫遐公园抛开伊的手，烧酒洗黄金海岸，掠寄绳捡庆功梨壳，装摊厝外的花卡。迄是20当前的代志啊！伊倒来床骹，伊敢也会认得我。这可能是我第一届的暗恋。凉爽的木马拿来，其中有一丛顶头有麻叶树，是我甲粉仔的秘密基地，是伊带我去的。麻叶树伫北北水灾的时，扫甲无地看，嘛找无啊。总是我才有法度知影是倒一丛木麻红，这我就无方便讲啊。到当我阁定定去寻，望麻叶转来做收。迄是我第一摆开喙讲 I love you 的所在。是对象就是芬啊，是讲我永远无法度跳破支持师
的警察伫倒位，一直到我phòng掠入来关。即个岛吼，就是内底迄个庆功礼啊，其实伫西海岸、黄金海岸台南遮吼，其实是真侪啊。阮细汉拢会去捡这，啊，你也卖厝吼，拢会花骹拢会插这啦。啊，这就是我嘛是甲一寡细汉，啊，其实我到高中我嘛会带囡仔去捡，啊，就拢家写的啦。啊，尾啊，就即要讲的是讲吼。后期啊，我就是要写的，就是讲要甲应该是讲保留啦吼，保留当然有一寡虚构吼，啊虚构你会当甲你以前的历史吼过去较伟大的，还是讲砖头较水开的。啊，我有条工小我甲写的啦，就是阮其实是半虚构啦吼，啊半事实。啊，就是迄某种程度是错乱啊，甲写的啊，其实当做一个人生的一个记忆安尼。啊，这放倒其实看飞行机，迄某种程度，迄拢嘛是共款的意思。啊，按个就是伊这篇小说，我有条工去甲历史啊去写啦，就是讲我本人的这小说的我吼。去尾啊，去台北phòng掠去关，啊是因为着要英雄救美安尼啊，啊当然是安那，啊佫有一寡南北部的警察，就是教育的警察，我袂晓讲华语，我设定中我是袂晓讲华语的，嘿，一直到我封关安尼，啊对，所以佫有一寡。地点啦，嘿，地点啊，佫有一寡暗乱还是错乱迄种心情，吼，心情啊，当然迄是某种程度拢是我主角，男主角的内底我去甲描写迄个心情安尼，甲错乱的心情写落，嘿，大概是嘿，只是安尼。好，安尼说落来，咱继续来读阿芬的第二趴，请小嘉来甲咱读。迄是一个花坑仔，内底有足侪我捡互伊的尖梨仔壳，伊也倒伫涂骹，头伫流血，我抓一条，骨头就起伫浪。迄暝我互拍真惨，尾啊，老爸买10条长寿粉互伊仔因老爸，算是袂济。古早人讲法是请食粉洗门风。老爸倒手徛有伤，骹有甲我共款的乌青，我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朋友讲有看见因两人手牵手，甲伊仔因爸母坐柴骨室去火车头，伊仔头顶阁包一包。我的心若火烧高寮，全无梦。台北是遐尼啊遥远的所在。阿爸有来参加典礼。伊面仔笑笑，欢喜后生徛伫台顶，我嘛笑笑，甲伊握手，袂输后生得大奖，要出脱啦。我有条工，就是甲我尾下去想的吼，其实我足侪小说内底，足侪篇小说内底有小可条工讲到。我小说的我甲老爸的关系，无论是好诶或歹诶，啊，我感觉可能某种程度是我有思念老爸啦吼。啊，伊内底有故事有一寡事件，就是西门风事件。啊，西门风事件是，就是阮兜确实有发生过，啊个毋是代志，毋是因为毋是因为。故事写安尼，啊是另外一件事件，啊，这就先按下。按个我就想要甲迄西门风即个物件吼写入内底。啊，佫有就是讲去台北发展，我嘛是调工去甲阿爸即个心情。我明明知影，阿爸明明知影，
你想要去台北，个厝另需要你，你爱伫遮做工过，无法度。嘿，个等迄个阿爸愿意去，互你去拜台北个时阵，因为你阿爸知影讲，哦，细汉的时阵，伊感觉伊看到爱玲离开，阿爸煞无法度理解我，我去拍迄个伊个下阮老爸去西门风，西门风，互咱拍安尼。个大汉了后咧，大汉了后明明看到即个后生已经大汉，个无法度管伊就放伊走放伊去台北，去英雄救美安尼，去看其他的世界，变到煞无法度转来，转来就互枪杀啦，就是剩尸体尔，就是小可主角的迄个设计大概是安尼啦。好，安尼咱赶快继续来读学分第3趴，咱请文如。有影丘，要是遮的猪头皮赞，清汤葱仔搁济，头家无小本，啉落烧落，通冻冷风。甲你讲啦，大学英文叫做尤里姆西里，知无？大学生拢在兴恋爱，换做台语。讲就是互你母死你啦！校园内不时嘛有人在垃圾，抓罗曼迪去咧。双人目睭放电，沉水茫茫，两指牵伫相拍角，喙接生炭，天湿热，气噗噗，互相相揽打。难分难舍，双手自由伫对方的身躯射来射去，袂输走无路，失去心魂，定着找着有安慰的所在。哈哈哈！终其尾，路途开阔，一路探去软绵搁断海的相逢，无。就是对了无底的乌空，哇！安尔话，这条大肠有影成就对，差我一丝丝啦，差我的一丝丝啦。这部分较就是小可调工写成这个物件吼。我感觉这。可能我感觉上无我是对这册咱对咱目前看着 DVD 是看真啊反正剧个电影较有诶啦。我有小可调工想要甲写，就是小可感觉讲好，第一嘛是讲好算啦。第二就是讲，这有影咱过去所有诶爱情诶教育，还是讲真爱诶教育吼，其实侪拢是为电视还是电影来，无就是。迄个金庸诶小说甲琼瑶诶小说，个迄种迄物件，我就是感觉，咱早起嘛是，就是敢若有迄物件尔，就什物为爱纠缠啦，一大堆有诶无诶。我感觉讲，就是要写较趣味诶物件。才有讲就是讲，阮高中是查甫诶学校，当然尾佫有读。一寡著名，迄当阵大学高中大学上名诶电影，还是电视剧，叫做什物？九把刀诶迄个，迄年咱做伙约个查某囡仔，嘿，我感觉迄甲伊内底吼有一寡查甫做伙诶时阵诶一寡限制级诶物件。阮高中其实我嘛是安尼，这是足趣味物件。阮有足侪高中诶学长啦，是同学会传一大堆细本诶，阮讲细本诶，内底细本诶是拢限制一个物件啦。
我刚才某种程度，我感觉迄是真好耍，只是讲我想要甲用迄台语甲写落。其实嘿，我就认识讲这到底是动物性的，尤其是查甫啦，我感觉是查甫，是人的本质还是安怎？嘿，尾阿芬也是讲伊因老爸，吼，伊利用财啦，用金钱，来去甲阿芬买起来，吼，到底是人讲的有话，像迄大汉了，有人捌甲我讲，迄善食的夫妻吼，啥物代志拢会凄惨落魄就对啊。讲即种钱项，也是讲咱咧谈论爱情的时阵，到底是啥物赞助，还是讲独就是一寡动物性的迄个性的物件安尼尔？我感觉这会当去讨论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真好耍啦，嘿，大概。好，安尼，咱赶快来读阿芬第4趴。第4趴，咱邀请Gina。这着有影，阮仔比较早搁较水，含我的心就落啊乱做，空思梦想，喙烂插插顶，无情暗的人。伊身边不是好是蠓仔一堆，若毋是伊啊，伊迄颗使人浩然面讲哈，定着互我搞落来咯。干，为着即个件代，伊啊看着我，就甲我醒，甲我认，毋是要甲干啊啦，真想要举巴达喊落去。可惜的是，我讲台语方法拢伊要的。你是安怎讲？因得到头壳底啥？骹头想嘛知，大钢筋呢，4、5皮房间徛咧呢，当然嘛读做伙。阮共楼共层呢，不是半暝1、2点，拢在爱过来爱过去，拄开始在听，热心识的了，小弟弟会对咧笑。点迄落爱情文艺片来研究一个这学问的所在，你知无？听久会sense，我嘛是爱读册考试呢。我有一暝，因过来啊，一个爱爸，一个叫母，毋知是啥小。我去甲弄门，伊久久才来开门。拄开门就甲我吵。恁爸气甲心肝火倒，雄雄宝贝溜到内底，一个查甫人会卡出，我煞定去，规个人一时间毋知要讲啥，我转滑头就走，迄是我头一摆看到查某人的尻川皮，真巧。这小可免来讲咧，就是。我想啦，想要写这个，我其实我完全是趣味就是我免怎讲，当然有一寡同事是内底真正是我一寡同事甲我讲，伊去外国迄当阵我伫某一间公司，拢是去中国，伊去出差，因出差因公司有分配宿舍互伊。宿舍有就是4人房，还是2人房，无一定。伊就是伊的室友，就带查某囡仔入来安尼，就是嘿，就是徛壁迄种物件。我就伊甲我讲，我就小可讲，这真是足趣味的啦。就甲写落来。过就是讲，佫有一点就是讲，这小说内底，伊这。迄个片甲伊佫有迄个作者内底我伊其实早要拍七细汉啦，古早是细汉要拍七伊迄阵阵个细汉，尾因到读到大学嘛，细汉的暗恋，大学的时阵，
其实大家拢有较大人嘛，啊，较大人就搁去台北部搁乱来自由嘛，乱来自由，啊，甲北部搁较开放，啊，查甫甲要拍七啊，啊，佫有拄着水诶查某囡仔，煞查甫甲查某诶对手爱互相竞争啦，啊，有诶人诶，小说诶我呢，佫对家己无自信，啊，佫有就是小可感觉讲男性诶自尊，爱认真，迄小说诶我，佫伫南部啊，听伟平啊安尼甲我讲，我心肝足艰苦，啊，艰苦嘛无法度创啥，我伫南部安尼，啊，对，大概是安尼，好，安尼咱来继续读分，吼，第9趴，最后一趴，咱请文如，歹势，咱请小嘉。哈，三角关系，即件代嘛是后来听仔甲我讲诶。我真知咱细汉时，迄甜甜诶爱恋，简单是一个找袂转来记忆尔。阮仔问我哪会有闲来，佮问我要伫台北住几工，我一时无法度暗藏母年内心诶激动，目屎流落来，讲我对伊诶思念。阮仔目屎嘛流落来，伊甲我揽条条，袂输是惊我放钱共款。即暝，我对伊转去睡诶所在，伊甲我讲，即几工伊安怎过的，包括伊也因老爸诶精神代。我真毋甘，心内想讲，一定要找伊算账，还阮仔一个公道。光线暗黄诶气氛，微风透染粉仔身躯顶成熟诶查某人味。我偷偷望望我诶胸坎有够臃肿，互伊挖靠，有够实诶肩胛。若天放落来诶时，我弹会起来。伊诶目神有深深诶惊吓，亲像摔落去山坎深渊，等待有人来相救，直直险化。我手牵伊，用我上深诶感情，甲男子气魄诶目神对伊讲：莫惊，我伫遮，我会伫遮保护你。粉仔雄雄为我诶喙浸落去，佮吐舌原来拉我诶舌，这都是垃圾。这就是伊尾啊，作者迄个我吼，啊，伊尾啊就是阿爸答应伊会当去台北，啊，伊去找阿芬啊，芬啊甲伊讲一寡伊一寡伊诶苦情啊，安尼，啊，伊就因为身为细汉，细汉诶暗恋，当伊大汉啦，伊感觉伊就是有法度去保护伊所爱诶啦，安尼。个问题就是无够钱啊，无钱无爱情，就是到底伊会当为爱牺牲，个虽然有爱情的理路，虽然婚是细汉互钱贷过，就是伤过善者伊某种程度，即个女性呢，伊其实伊嘛会感觉讲，有钱才有未来啦，即个小说的男主角，另外一边是讲，我虽然无钱，我会通承担，拖我老命去抢，买命一条安尼。其实这就是咧讲，到底这真爱到底是某种程度，以即马来讲，就是敢是金融的商品安尼。金融业股票啦钱，到底是毋是爱情的语言安尼？个就是伊尾啊，就是伊要行即条，伊要做英雄。尾啊，就是甲命，命背去安尼，为着要互，因为迄因老爸某种程度甲伊因两个爸仔囝是甲粉仔占条的，伊知影就是足受气，足掠讲，尾啊，谁知是某种程度，因为政治的元素未来。
其实阿芬啊是一个要害伊即个细汉的东窗啊，就是伊个小说的我啊，其实是要甲害的。啊，所以我来讲，我敢若是甲伊写了伤过无好安尼。啊，就是讲钱啊，阿南讲诶，讲有钱才有查某囡仔安尼。我来讲阿南是对的安尼。大概是安尼。好，你刷落来，真爱第三拍部分共款，请新娘兄来解说一下。啊，这两篇就是就是伊其实各有我感觉就是写较较复杂小可吼，甲因为政治的因素吼造成真爱的生死啦吼，因为真爱还是因为政治变尾啊，毋是生就是死安尼吼，死变拢是死啦吼，佫有争倒伊尾啊自杀嘛吼。为真爱，到底是真正是为真爱来死咧，还是有真正像我拄则讲的是为着钱来死、利益来死？这我感觉这会当探讨啦，吼，这会当探讨。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讲我尾啊，咱常常听啦，歌台语歌曲嘛咧讲爱着较惨死啦，还是讲，还是亲像前几工啊，吼，前几工啊。看一个北部的新闻，伊比一个查甫囡仔20岁，爬电塔，佫个电视嘛。吼，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足咸的物件。我讲你好好后母定律敢无学，欧姆定律你敢无学过？这我所以我足解甲一开始吼，像阿南嘛经济学啊，佫有电视学。加入来的原因就是讲，其实我某种程度是咧讽刺讲，到底这款物件其实是人足需要的物件，无论亲情啦、爱情啦，个学校其实上无是我迄个年代是拢无咧教的啦，吼，无咧教的。到底是咱尾啊，就甲当做一个游戏，安尼甲播，还是讲？还是一个赌局，个博缴安尼甲播安尼，我感觉这会当去思考的物件嘿。佫就是讲我嘛是佫甲一寡错乱的意念，小可甲偷刷入来内底，佫加一寡虚构，嘿，这种爱情这物件，还是讲性这个物件，性爱这个物件，到底是咱动物的本能，还是安怎？这是某种物件，这种物件到底是一个必须要爱有的物件，还是这人去探讨，我探讨，大概是安尼。好，安尼咱继续来读审判这篇，伫放图内底。53页到77页，接落来咱请文如来甲咱读第一趴。少年线落雨天，今仔日总算开日，日手为骹顶芳，秋日来，即礼拜阿鸾值班。因为伊对病人足亲切，不时笑面好喙去看顾遮个老人，真得因学了。最近伊方升起来做长诶，佮甲一个查甫医生伫行，家真无闲。总是阿鸾拢有甲伊份内膝头做好势。伊个乌头毛，互日头照甲发光，甲伊白雪雪的皮肤相比，有真大的情差。和老人无论查甫查某，拢好想着。伊若毋是天才，就是妈祖。阿鸾气噗噗，本正伊就无爱插过去的代志。
嘛要爱甲因两个接啊去海王啊！即马煞家己的阿那达是中国派来监察，佮甲伊牵拖落去，嘛要甲害，心肝内上艰苦。即段恋情无定嘛是一出戏，代志无透，藏点心肝，佮较凝，总是毋知这代志要安怎来收煞。这篇就小可就是讲，当然要甲政治牵起来，吼，就加一寡元素，元素是为查某囡仔即个阿鸾即个真爱，因为伊无想要去插因为因老爸是受难者，228啦，白色恐怖受难者，伊干那想要平静过好日子，佮事实。无现实社会无放伊煞，吼，咱讲诶戒严就是甲戒严一个因素嘛，甲拖起来。其实因诶迄个压制，就甲讲吼，你即马你诶迄个害恁老爸诶收入伫遮啦，你爱甲刣，你爱帮，莫甲刣，就是讲你爱对阮诶计划来去做阮要甲即个收要报酬就对了。我就是讲想要用一寡趁金的开口，来去写一款的政治甲爱情的故事。倒位爱情呢，是因为迄个医生啊，内底医生是廖白啊啦。廖白啊，伊嘛知影讲吼，这恁是受难者的后代吼。我要来甲你接近，要来你监察安尼。个阿鸾是足单纯的啦，阿鸾是足单纯的，伊嘛毋知，伊嘛无想要去回顾遐足恐怖的历史啊。个伊毋知因为戒严抑未戒严的，伊未戒严的。其实要不要着搁伫伊的身躯边，颠倒要做伊的大心的安尼。我感觉这是讲。某种程度啦，讲无论是讲政治啦，讲受难者吼，女性的牺牲其实阴影是足上济。伫即个谈情说爱即个过程吼，阴影嘛是受难者，嘿。佮讲到过去，就是讲有足济人就讲，伊伫迄某种迄个阶段，就讲外省人袂当甲本省人结婚啦。嘛是因为安尼啊，因为讨厌，彼此拢讨厌嘛。因为你刣我，我刣你安尼，嘿，佮认为讲在地人是较家顶的安尼。我感觉这就是会当真做主角的描写，有定位，也是讲伊的性格上好的题材，嘿，大概。好，安尼咱拄则镜头有读真多的第一趴，刷落来咱要倒转来读真多的第二趴，安尼咱就请君娜来甲咱读。伊的意识豆豆回转过去，伊甲安娜做伙温存时的梦境。安娜完全无抵抗伊的怀抱。颠倒是用乞讨的目神求伊，两人的肉体三角做伙抵抗外来叽叽嘟嘟的言话。安娜得甲伊的手，迄个笑容亲像伊故乡白荷的莲花，互伊心情无跨界。因之间真爱的冰心毋捌断过，自杀就会使解决一切。迄是逃避，证明伊家己嘛知，不离过真是无步啊。为何无法度坚持爱情？爱情佫是啥物？是安怎？爱情甲亲情毋是共一条理路。人活伫世间，有影爱有真大勇气，若无就爱真自私。
才活会落去。读遐济册，出社会遐济冬，伊真才了解，所有诶知识甲美食，拢是暗藏家己心内深底诶垃圾尔，是一种糟蹋诶艺术。家己煞对家己问即款问题，感觉爱笑，伊诶血伫涂骹直直叹，亲像伊送互上仔999蕊诶玫瑰花遐尔红，上仔欢喜甲，伊嘛捌送互囡仔过。即件代对上仔来讲是一种侮辱。下贱查甫人下起来诶招数，总是人拢多想袂过热情诶火红。啥物仁义道德，小甲正做伙夫。我遮有写一个叫做三角饭圆吼，我感觉就是三角关系，一人食一喙，尾啊自家煮吼，袂分偏执啦，安尼啦。即个故事咧，其实是嘛是适合用探经诶写法，还佫有一寡虚构啦，吼虚构诶手法。其实安娜毋是自杀诶，伊是互害死诶。伊是互迄个建明甲迄个因某叫啥名，我袂记。因两个人做伙甲害死。我定义是安尼，个我无写足明显，我著写讲有一个鬼仔讲迄落安那，我迄落作小说的我我去迄落殡仪馆看的时阵，伊的鬼魂伊现身甲我记的。个我无写作品，个其实我是想要安尼写。个就是讲，即篇小说的主角。安娜其实是拢无讲话啊，伊是第三者，伊真正是第三者，因为伊个建明结婚嘛，伊是第三者。个迄个建明到底是真爱还是假爱？还是爱独迄落爱安娜即个查某囡仔水水安尼，还是安怎？是安怎伊有心了要甲害死安尼？这就是讲。这爱情还是讲，侪人是讲有两个英文的单字，就是讲 home 甲 house 有啥物情差？伊情差的部分就是迄落有爱情的结晶，还是讲有迄落两个人结婚了后有迄真爱的物件因元素伫遐嘛吼。过是安怎会偷食咧？是安怎会安那？是因为讲一见钟情，还是安怎？我个人当然我是较无，我是较感觉即种一见钟情，即种思想哦，拢是足无成熟的想法啦。尤其是讲可能细汉暗恋、初恋迄种占较大多数吼。即个故事，就我一开始讲的，其实是半事实吼，当然无暗杀迄个部分啦。我就是听就是。伊有尾啊，迄安娜去有带迄个小仔出去佚佗嘛。阮来故事咧，阮有带小仔去佚佗，带伊个囡仔去佚佗安尼。尾啊，伊个甲迄个囡仔号做安娜，吼。所以讲，其实某即个某种程度，就是伊嘛感觉伊对不起安娜，因为伊甲害死，所以伊尾啊，伊甲建明。伊个甲建明有第三个后生啊，过伊甲伊个因为迄个建明，因为伊甲小甲有久有后生嘛，所以伊无想要断嘛。过伊落安娜有心，伊等到感觉无爱，虽然伊有感觉亏欠，尾啊嘛参悟即个杀死安娜即个侦查就对啊，就是即个事件。讲即个伊敢会是建明雄对即个 home 吼，即个家庭有较感觉我应该爱转来，还是安怎？还是浪子回头安尼？我感觉这就是某种程度是要搁甲，因为英国拢是甲查某写甲
拢反背的角色，啊，尾来讲其实查甫嘛有啊，而且话查甫搁较凶安尼，啊对，啊这是半真实的事件，啊所以讲我感觉我就是要甲写落安尼，啊大概。好，多谢。安尼赶快延续继续来读进度的第3趴，加请小嘉来甲咱读。不离个，迄位停车口后尾一三一四，我若驶过，拢有一种足奇妙的感觉。我目睭无人讲的迄种邪目，看透阴阳间，以电子电机科学的观点，遐定着有足强的电力自力空间。我无搁再深想即款背后可能的理学解说。自来我伫大学电子学毋捌可有入家过，是我去拜托老师，老师知我爱写诗，叫我写一首拄少，诗名我还会记得，爱着较惨死，才勉强互我60分的。话口伤远，再来我对神鬼无啥信道。即件三角恋情已经毋是新闻啊！若是一位急诊室的医生，若男主角是共急诊室的同事见面，因某尚雅嘛伫共病院上班，毋过是伫长照病院伫做，甲阮某阿欣共单位的。遮个代志拢是阿欣讲互我听的。我简单想病院箍仔诚乱，医生有钱有地位，头脑阁巧的形象，的确互人新鲜。又阁长时间的压力，定听见男女同事之间有暧昧，这嘛是合理的。遮吼就是小可用，就是我想啦，一直要用讲什么经济学啦、电视学这种物件，就是小可，因为我理工背景的，啊，嘛一寡暗是，头仔拄则一直讲，其实这物件吼，学校电脑经济学啊，是讲电视学啊，这种工程数学，学校拢教足济啦，啊个伊无教咱面对这种物件。啊，因应就是咱拄伫出社会了，拄着啊，嘛毋知要哪反应，就参像迄个安娜安尼共款，伊可能嘛是拢毋知影安那谈情说爱啊，啊个就是因为有父权的社会，吼，也是商品化爱情的社会，啊佫有可能压力等等。啊，就因为安尼选择毋对的人，嘿，我感觉这是有诶时阵，就是因为爱情，其实也是讲咱的亲情，种对情这种物件，其实是佫需要咱去合适的，还是讲学校应该爱教咱的。啊个学校内底可能话上教授嘛有偷食，因为我参像我读大学上，我就捌听过。哦，啊，头一学生，啊，就是父权的社会，这种物件到底是安怎破？甲伊拍破？啊，这其实某种程度嘛是按呢教育的问题。啊，所以讲，我感觉内底这阿南，就是我对头到尾这个阿南这插迄个底片的故事内底，我感觉伊占这本小说。爱情因素内底，伊占足大的元素，就是迄句话讲，哦，就是钱啦，嘿。啊，到底是阿南到底是对啊毋对？其实我无答案，嘿。啊，个因为嘿，因为我目前我定听着头家拢是安尼啦，嘿，头家拢是安尼。啊，作者是啊个小说就是较含啦，画上就是较含，啊个真爱。这物件其实是嘛毋是理性的物件，啊个上主要就是讲，到底
到底是咩啦？去面对这爱情，我感觉就是咱莫讲教育啦，就是讲去大汉了会回顾我这是一寡代志一寡代志应该爱你拄着了，还是讲亲身经历过了，你才会才知讲哦，到底是啥物款的物件，大概。好，咱继续来读，真多的第4趴，咱请文如来甲咱读。迄时我阁毋知安那得甲伊交，所以袂去甲怨妒。迄当阵上啊约因同学六七个小少去岐山烤红菜头。其实迄是上啊调意过的安排，希望见面会当好好啊陪伴因母仔囝。顺续，互因遮个同事知影因翁仔某的感情，因翁仔某的感情是还有机会。唉，查某人对查某人真恶。这就是成功小说吼，这就是讲。迄个俗仔其实某种程度，伊嘛是要甲因翁求转来，吼因为因翁伫病院头遮，其实全世界人拢知影，吼伊为着囡仔啦，吼，伊为着囡仔，就想要佮甲翁求转来，翁尾到尾以小说即个小说来讲，伊有回头，吼，因为啥那是因为伊尾就放掉。安那放掉嘛参与即个暗杀这是小说小可无讲到的无写得明的所在。我就想到这件事件，这半真实的事件，我感觉我就是查某人有影是对查某人较无好，这是我足深的感受安尼。现拄现伫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因为我尾阮交阮某还是因迄个同事吼，迄个化名俗仔，我真正是去岐山佚佗。迄个查甫迄个医生呢，就是嘛表现了足敢若无啥物代志发生感觉，嘛抱囡仔啦，安那，迄阵子我感觉足恶心嘛，我就迄个家纸迄个画面就搁出来啊，我讲再看。你较有法种，即个查甫人较有法度做卡安尼，我真想无吼。我感觉真正是足恶心。外头即摆来讲，即首诗吼，即首诗是尾我伫后一本诗集有藏。伊藏伫花草情的迄本翕章。这嘛是有我家己经历过的一个朋友，即个朋友其实真正会自杀啦。迄是尾我较知影伊自杀。那阵就是因为阮一个朋友来请我吼，伊讲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因心情无好，请我来去找伊去佚佗安尼。佚佗了，我就是小可，就是开讲嘛吼。尾伊就甲我讲吼，伊就是因查甫朋友，嘛是偷食安尼啦。我讲这较有啥咧？世间人遮济，敢会啥咧要遐积迷？安尼我就安尼小可甲开破啦吼。我感觉我嘛是无迄个才调，过我过3个月了，阮朋友才甲我讲，伊等于甲我佚佗了，无过无几工，就等于香港，就烧炭自杀安尼。我无确定是毋是我的话去影响到伊，还是安怎，我无确定啦吼。这我就莫讲啦。想讲我就想要写即首诗，互这查某囡仔呢，对，就是某种程度是对爱情啊，乌玫瑰变种啊，你互伊插甲老花老对，看起来水水红啦，尾其实你是乌的啦，
心毋乃是心肝乌的，为心肝乌淌出来，尾啊规脏拢是乌的安尼，啊，就写即首诗，大概是安尼。安尼，请文如继续读。看外表，恁查某人毋是拢安尼？我无迄落想的意思，毋过哄骗的，敢毋是拢安尼？因兜仔送讲两三句啊，若阁有钱，随对人走，讲啥物真爱，我才无咧信口。恁拢互遐个汉骗去啊！一大堆人会晓讲大道理，念经蒙灵的真济啦。家己话讲出来，煞有心虚的感觉。你是讲牙膏？吼，你有影电视看伤济，你有影电视看伤济。我是讲法律干涉的问题。这是上无伊会当保护家己的。阮明仔载小玉要去赤坎楼遐个武庙斩炮桃花，听讲热外灵城咧，都毋信关公的刀斩袂断。你嘛好啊，你是咧甲人行到长呢？紧困啦，安尼。地都来甲你拔头。其实内底吼，就是对女性这个观点，我是感觉嘛是个，就是甲女性写得无好。啊，这我会想到，就是阮一个同学吼，伊就是画的同学啦，阮画的同学有两种的，一种就是大学一当换女朋友，一个佫换过一个，啊画的人吼是，就是一个拢毋捌交过，啊甚至就是拢无查某，迄落人个查某伴啦，是讲会当讲话迄种查某伴，啊我就伊就甲我讲即句话，讲查某就看外表啊，我生某种程度迄个查甫，阮同学迄个查甫伊嘛是感觉无自信啊，伊对外表嘛无自信。啊，所以我就讲，这也是过时阵男性诶要拍七啊，就是伊嘛是无自信，可能无钱啦，大学生较有钱，啊，当然话出社会薪水嘛无济，啊，可能嘛是无自尊安尼，啊，就看遐有地位，有好较好野诶查甫人，啊，就甲身边诶查某囝仔拢吸过安尼，所以我感觉从某种程度，我感觉不知啊。悲惨，我感觉，因为这是就是我拄则讲的，就是商品化的是安怎？啊，当然钱足重要。啊，佫有讲着拄则迄首诗，迄个凯米，迄个查某囝仔自杀，迄个我写迄个，我感觉唯一会当有教育意义的所在，就是讲你要讲爱情啦吼，你要爱别人，还是要互爱，先爱家己。这我感觉这较是某种程度的。真个观念，啊，佫有就是信息，啊，信息即个物件吼，就是相信甲实在困性啦，还有信息、老实，嘿，啊，即种物件就是讲，到底你即个人会信，会互信任袂？我感觉这较是双方男女双方，还是男女拢会使。一个上起码的底线就对啊，嘿，啊，佫有讲到什物斩桃花啦，讲有小可就是小可加砍起来吼，啊，我感觉这是趣味，啊，我这嘛是事实诶，我拄则看到阮某起来，伊真正带迄个人吼去斩桃花，啊，我感觉这是足不可思议诶物件啦吼，你完全是失去理性啊。完全是失去理性。我感觉以我工科，就是以理工科的观念，讲这个有需要安尼无？吼，啊，为时阵就是
担惊煞，啊失去理性，嘿，啊，即种物件通常拢爱到咱较大汉啦，哦，咱较大人款啦，啊，经历，较理性，较有法度去想着咱到底想要啥物款的物件，或啥物款的爱情甲爱安尼，嘿，啊，我感觉真正是需要好好爱教即种物件，啊无就是你爱家己去艰苦啊，家己去修即个学问，啊，修即个学问虽然会坎坎坷坷安尼，这是感觉这趣味就是伫迄落迄落爱情即个元素内底去讲即件代志，嘿，大概是安尼。好，安尼咱要来读今仔日最后一篇，最后一趴进度第5趴的部分。咱请请甲咱读。我无怪见面，婚姻是两个人的代志，一个若出代志，另外迄个嘛爱检讨。见面的是，我做某的人，定着爱检讨。而且我阁有3个囡仔爱顾，是啦，伊真凶。我想讲，因若翘起，我阁甲囡仔生落来，伊会转来阮身躯边。想袂到，落尾手，伊煞自责因仔的死，选择自杀。倒一个查某人会让？上啊，原来笑笑咧讲，原来害头。我煞去甲阮孙，头壳去黑暗形，是听到因仔的吼声，我才回神。原来阿欣想要抱伊食奶。你捌因仔吼？彼日转来，阿欣安尼问我一时毋知要安怎应。诚久的朋友啊，莫想伤济。即时倒是回答较袂惹是非，心内想都无想，随甲应。阿欣无搁再问，这是伊有智慧的一面。过去就已经过去啊，记忆会当留偌久？台湾人诚少开嘴在讲 I love you， 电视电影不三时在讲什么山盟海誓，敢是真的？内心是真片想遐的话，爱的誓言，敢也有人相信？爱有时亲像一支刀，为心爱的心肝窟仔拄落去。即个故事其实有2个点，就是讲尾啊见面自杀。当然伊可能受挡袂牢，讲伊心内的迄落家己质问伊选择自杀。当然伊尾啊，伊其实某种程度是咧赎罪啦。安娜嘛是其实嘛是咧赎罪，不，迄个赎仔嘛是咧赎罪。因为伊尾啊，甲迄个囡仔号做安娜嘛，伊迄个生出来囡仔叫做号做安娜。我感觉这是小可要，因为身为第三者，伊面对这头者的事件了后，向来赎罪，向来到底向较爱啥物啦？当然，伊可能自杀，可能真正是迄个见面自杀，可能是真正是讲我真正做毋对啊，搁夹伫中远。伊袂当互俗仔佮有囡仔迄落袂当放因走，搁尾啊，伊搁感觉讲这安那吼，我甲安那害死，来顾伊内底腹肚的囡仔，我的囡仔，安尼我嘛甲害死，我真正毋是人安尼啦，嘿，就变讲伊要去赎罪，尾啊伊选择去自杀。我感觉这是某种程度是小可，我对查甫这个人这个角色，一个较平等的做法啦。就讲我实在是我毋知影哪甲你写，你心肝有够歹安尼，
啊个唯一我嘛有想无安怎互你续做，互你继续留伫即个小说即篇内底。唯一个你着做诶，你着是家己解决安尼啦。啊，俗讲咧，其实伊对查某对啦，就是讲查某囡仔较有可能会娘啦。伊讲我有一个较好诶家庭，啊，互你安尼，吼，以诶角度来看，我互你安尼，啊，我嘛甲你害死啊。啊，我唯一会当做诶赎罪，就是我生来，我即马生来迄个囡仔吼，我着甲你号你诶名。啊，我感觉这是足迄落足不可思议诶物件嘿。到底是要你是安怎卖提早，还是讲革命是安怎卖提早结束这个创哦？啊是还是讲是无可能讲哦，你啊，甲另外一边头只迄个讲哦，啊无你嘛生落来，我嘛生落来，啊甲小可讲你嘛接受这个事实啦，哦，按两边拢好来好去，够可能。通常有可能啊，因为就是伊即马目前的社会，可能讲哦，我要囝生落来，啊要甲你讨钱嘛。哦，其实你物件嘛爱互伊啦。哦，搁这个搁讲着，以外口的人来看，这是搁商品化，就是嘿，到底为着要争取迄个钱啦，尾也搁讲我要这个囡仔，我爱这个囡仔，伊为真爱，搁变囡仔对囡仔的爱，迄个爱到底是为着钱，还是安怎？其实我看无啦，嘿，我就想家写起来这个。探古的真爱的故事伫内底，嘿尾来就是因为你有囡仔，革命自杀了后，伊会当就是相互安那死啊嘛，革命嘛死啊，因袂输伊安那吼，伊就完全放掉，搁因为伊可能无法度完全放掉，搁因为伊的囡仔伫遐。伊即摆伊个真爱转变去迄个对囡仔的爱，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转化迄个另外一个阶段啦，嘿，大概是安尼嘿。即张相片就是我。应该是10几档前结婚的，15年结婚的喜帖啊。我感觉就是讲，这结婚为真爱吼，到结婚，咱写小说写谈情，其实嘛毋是要讲要建立什么教育的观念。搁以我的角度来感觉，我感觉迄写作家甲成家立业，迄是无啥共款的。主要是共款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讲，其实真爱吼，每一个阶段其实拢需求无共款啦。有结婚了，有生囝了，某种程度，无论有生囝无生囝，结婚了，就是某种程度是迄个真爱可能会较保去啊，会互生活的压力互带溜去啊，会较变较保。搁你对即个home，就是我拄则讲迄个home，伊毋是一个你即间厝毋是一个 house 啊，毋是单放仓库、囤册、放一寡家具，有诶无诶物件，迄是home 就是咱诶心肠啦，咱讲诶心肠，搁有就是伊是一个有情，搁有爱，迄个爱可能是某种程度是一个义务啦。义务迄是，我感迄占有率会搁较悬啦。当然写小说无一定会甲即种物件带灭来。只是讲我感觉就是真正是就是回顾讲家己的过程，我想要去谈论看卖即款物件，即款物件咧是校过去。无教的物件，遐个人，还是讲我听过故事，我感觉有捌伫我的人生的过程内底会出现过。无论是趣味的，还是讲是安尼，我感觉就是甲伊写起来即个小说内底，
成做我记忆的一部分。嘿，啊，无论是好还歹，无论是好还歹，我感觉就是做一个交代啦。嘿，大概是安尼。好，真多谢信良兄今仔日就是做精彩的分享。安尼自头到尾我听起来，我对信良兄有一句话，我感觉做有，安怎讲，感觉做认同的，就是不管你是要谈啥物感情，上重要就是你爱先爱你家己，爱先了解你家己，才为你家己去出发。安尼你。要安怎讲，才袂迷失家己的方向，还是安怎对？所以我感觉今仔日的真爱较济主题，有一种互人迄种感情上的心理的治疗的效果，真赞。好，安尼刷落来就是请新郎遐下当先休困一个，啉一个茶安尼，等下会阁请。咱台湾博览会指定来放送，一寡资讯。线顶的朋友，现做是你若是有一寡问题，还是想要甲作者信良兄交流的所在，会当先伫开讲室的线顶的开讲室留话，等下我会替大家念出来，甲信良兄来交流做一寡回应。好，安尼就麻烦弟弟。好，多谢依欣嘛，非常感谢咱信良兄吼精彩的分享吼，这个爱情观吼。接续吼，我着也搁甲大家放送一下咱今仔日放送一下咱今仔日的活动吼，搁有咱台湾博览会咧做的事工吼。咱今仔日来参加是这个咱台湾博览会台湾作家系列讲座下半年度的第2场吼。接续吼，咱逐个月还搁有迄个赢信良兄吼，拢会来甲咱。有固定的分享吼，这时间吼拢会使找咱即个台湾博览会吼，顶头拢有相关的资讯的放送吼。咱除了即个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咧，咱台湾博览会也固定吼有咧开即个台语文的课程，搁有即个线顶的台语开讲会，搁有咱逐个月至少有5场的即个台文读册会吼。下底咧，我着针对一个月吼。咱的活动吼，大家放松一下。咱即摆要月底吼，咱差不多后个月吼，后个月9月23吼，咱每2个月一斗吼，10月第3个拜六吼，咱伫咧线顶吼有一个全台语的聚会，叫做台语开讲会，台语开讲会。这个开讲会吼，主要是希望吼一个全台语的使用的这个环境吼，提供吼大家会使来做伙熟悉。讲台语的朋友，咱院吼，逐摆吼拢有3拍的即个分享吼，主题分享吼，还有无共款精彩的主题吼，可能是咱个人的即个生活经验，还是讲各领域的工课吼，咱拢有分享进来甲咱分享。不管是你要来分享咧，还是讲你要来听大家讲台语熟悉新朋友吼，咱这拢非常欢迎，因为咱嘛留真侪时间吼，互大家会使做交流互动所以伫这逐个月咱2个月一斗吼，10月第3个拜六吼，拢伫咧线顶吼，即个台语开讲会非常欢迎大家吼，会使来甲阮做伙熟悉做朋友然后厝边吼，再 QR code 扫落去吼，就拢通报名。咱今仔日即场讲座了外吼，咱后迄个明仔载吼，明仔载阁有一场来食台湾鸡丝面的即个讲座吼。咱要讲的是即个找台语的书店吼，要安怎找？这是咱台湾鸡丝面的创办人吼，吴希美先生吼，会来甲咱亲自来甲咱分享。这现主是拢要阁有名额然后厝边吼非常欢迎吼，即个 QR code 扫落去吼，拢通报名。这时间伫明仔载吼，明仔载暗时8点到10点半，8点到10点半好，咱今仔日即场吼是放毒的角色描写吼，咱后一场吼9月起吼，9月后一场是伫9月14吼，9月起咱会来讲即个考册吼，一本册吼，嘛欢迎各位吼，咱
那时间会使吼，咱共款吼，拢伫咧 YouTube 顶头啊，会使来参加吼。啊，咱即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是甲高雄文学馆吼做伙合作办理的吼。啊，咱演过办过，咱这讲座拢固定伫线顶的，啊，咱嘛有录影吼。啊，所摆若是讲有进前的主题吼，进前的题目若无看到的吼，像咱今年的正月甲6月是小概是迄个迄个小平地先生吼，腊日先的吼。啊，若是讲想要转去看吼，咱伫咧咱 YouTube 吼。咱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拢会使看到遮咱演过有记录的影片，啊，包括今仔日即场吼，若是讲感觉真袂歹吼，想要小解互朋友的吼，咱接煞伫咧 YouTube 若整理好吼，咱嘛拢会上线，啊，所摆咱迄个伫咧 YouTube 找即个台文博览会，遮相关的资讯拢看会到。这是拄则讲到的讲座吼，咱逐个月拢有吼，即个加新的讲座吼。啊，拢是咱发起人提笔，会来甲咱分享吼。啊，逐个月坐3个拜六，咱2个月一轮吼，2个月一轮，要来小解即个拍台语的书立法，啊，佮有即个找台语的书典。啊，所摆若是对这书典安怎使用吼，还是讲即个书立法吼，也无啥会晓操作的吼，还是讲身躯边有朋友吼，拄啊开始学台文吼，咱非常欢迎吼，推荐吼各位来参加即个讲座，来。了解讲咱即个现代即个台语文的假诗吼，要安怎使用？啊，若是本身有咧用啊，无够熟手的吼，嘛拢非常欢迎咱会使来即个讲座，会使甲咱即个创办人吼，发起人提笔吼互动，啊，了解讲即功能要安怎使用？啊，咱上紧的一场就是明仔载，明仔载就有一场啊，即个明仔载要讲的是即个迄个找台语吼，找台语要安怎找？好，咱今年吼，除了即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以外吼，咱特别吼，搁伫咧即个高雄文学馆有办即个工作坊，啊，咱已经有2个工作坊吼，已经伫陆上吼，伫咧昨吼拢结束啊，就伫迄个生活书写的工作坊，搁有即个散文的工作坊，啊，咱后一个工作坊吼，咱伫咧8月30吼，8月30会正式起稿，啊，咱8月30，咱这工作坊是。有人数的限制，差不多15位，差不多15位有人数的限制，所以报名吼，阮会看你，因为咱这实际要培养咱学员吼，是有法度实际落去写作，有法度创作写作品的吼，啊，所摆拢爱有这基本的这个台文书写的能力啊，所以这咱是有一个审查有一个审查，这若确定有通过，佮甲各位通知。啊，另外吼，咱这是工作坊，啊，另外咱伫咧8月30即场吼，8月30即场台语小说的基础吼，即场咱有特别开放吼，一般民众拢通来参加，啊，这嘛是事先报名，啊，要安怎报名咧？咱找咱即个台文博览会，伫咧咱迄个Google吼，敲出即个台文博览会，就会使看到咱即场迄个8月30的即场的资讯。咱敢若即场吼特别有开放吼，咱8月30拜六下晡的2点到4点，啊，咱迄个。台语文的，咱台语作家吼，台文作家即个陈明仁先生吼，会伫高雄文学馆，会甲咱分享即个台语小说的即个基础，啊，所以欢迎各位吼，若是讲，因为咱迄个台文博览会办理的活动吼，伊大多数拢线顶的嘛，真罕得吼，讲有即种现场的即个讲座，啊，咱即场现场的，所以若迄个朋友对各位若对即个小说的主题有趣味的，还是讲希望会使现场甲咱见面的吼。咱即场8月30，8月30，咱欢迎伫高雄文学馆吼，咱会使伫遮做伙来参与即场讲座啊。好，咱顶悬的活动以外吼，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吼拢有办理超过5场以上的即个读册会，啊，倒边这吼，咱现主是咧读的吼，就是放毒吼，这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吼，啊，今仔日若听无够开的吼，不要紧。咱欢迎吼，做伙来台湾文学读册会吼，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吼，来做伙甲咱研究，做伙甲咱开课吼，这部作品吼，这部精彩的作品。啊，除了这个台湾文学读册会以外吼，认为感觉家己台语能力吼，还袂歹，想要挑战的，还是讲想要增加家己这个台文书写的这个能力的吼，咱嘛非常欢迎吼，参加这个找台语的读册会。咱这个读的吼是转白话字哦，转落的转白话字的文献，
这伫逐礼拜的拜三吼，迄个暗时的8点半到10点半，若想要报名吼，咱这 QR code 甲扫落去吼 ，QR code 甲扫落去，也是伫咧网络顶头敲做这个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通来报名。除了读册会吼，咱嘛有定吼，若是希望想要学即个台语文的即个基础读写的吼，咱10月吼有定会陆续开课，伫咧10月有定会陆续开课。简章咱就紧要出来咱伫咧9月使 follow 咱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有相关咱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佮有单类乡数补记的即个读册班，读册班，咱会使针对咱台文博览会，就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吼。好，除了咱协会办理的活动以外吼，咱阁有即个协办的活动是即个老台语叙述台语社吼，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阁有办理咱即即种无共款的读册会，即逐礼拜吼至少就5场吼，所以若遮时间吼，若是要报名吼，咱会使到即个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即个FB 吼 ，FB 就会使看到遮相关的时间吼，当时有即个读册会的时间吼，所摆吼咱其实吼咱即马要伫线顶找到即个台语文学习的资源吼，也是讲要招即个超侪即个读册班吼，其实无困难吼。其实你看，咱遮老台语随随台语社办理的吼，都5个读册会安尼，所摆若有趣味的吼，咱超侪即个老台语随随台语社来欢迎来报名，甲咱做伙读台文册吼。以上讲到的活动呢，这是咱由咱即个社团法人高雄市打造台语文教正协会所负责吼。所摆若是讲要支持阮的理念，还是讲支持阮的做的事工，拢非常欢迎各位吼会使寄付吼赞助，是定期定额的赞助。这QR code扫落去吼，就拢会使有相关的即就使伫遮甲阮支持，甲阮赞助吼。过来咱拄则讲到遮相关的活动、课程，也是读册会，也是赞助的资讯，咱即粒 QR code 扫落去，就会使看到咱的迄个台文博览会的即个 link tree 吼，遮相关的资讯拢伫内底拢看会到。佮有咱迄个也是讲咱伫咧咱 Google 吼，敲做即个台文博览会，嘛拢会使看到咱相关的资讯。好，安尼多谢吼，我就甲时间交转来怡欣吼。咱苏小姐怡欣个杜信良先生吼，好，多谢。好，多谢弟弟。安尼我看卖就，好，安尼接落来就是咱问题交流的时间啦。线顶的朋友莫客气哦，若是有问题想要甲作者信良兄讨论，拢会当留下伫迄个开讲室。我遮个人吼，苏小姐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信良兄，就是拄则信良兄咧讲的时阵有讲到你写遮的作品的时阵吼，有直觉到家己父权的观念走出来。迄个时阵你发觉到的时阵，你敢有啥物款的应该是讲，若是你感觉家己父权的思想走出来，你敢会进行一寡自我审查的动作？另外，因为大家应该拢知影讲，为虾米台湾迄种父权的思想会遐尔深，就是因为中华民国长期以来的殖民教育，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也是较基层的民众，也是女性，较无遐尔感觉着讲这就是父权的一寡思想。你会安怎建议大家，就是安怎去抵抗，还是面对父权的这种状况？这种应该讲拄着父权的这种状况的时阵，安怎去抵抗、去面对？也阁有你家己本身拄着的经验。我是感觉免抵抗的，因为这就是事实嘛。就是讲，我讲的事实就是讲有两种事实啊，就是讲咱过去的教育限制，个问题迄是过去啊。另外一个就是事实，就是这世界目前的世界，迄就是男女的平等是愈来愈侪。就参像我即马目前的
我伫外商啦吼，外商通常是欧洲的公司啦，阮是欧洲的公司。啊，内底主管啦，我有一个政策，就是应该是伊就是要互迄一寡企业的政策，就是讲女性的员工爱有某种程度的比例吼，有某种程度的趴数就对啊。啊，其实偌清楚，迄若是讲民进党政府其实嘛是咧做。啊，我讲这是免去抵抗，因为这是事实。啊，查某人或查某囡仔的能力敢有比查甫较差？其实是爱看工课啦吼。有的工课真正较幼路的，其实查某囡仔做有影是较做了较好。我讲这是事实。啊，有的做者工课其实嘛需要即个材料。啊，毋是讲幼路就无好，因为幼路伊较有法度发现一寡问题的所在，较有法度去解决。啊，我感觉这是足实在的问题，啊，这嘛是事实。啊，免去抵抗，免去抵抗，问题是爱认清，你过去，咱过去的教育，迄是有问题的。我感觉这才是上重要的。啊，你爱去接受伊，啊，你嘛爱去认清，讲这世界已经不共款。啊，你无影较高，查甫诶无影较高，吼。啊，我感觉相对另外一方面，查某囡仔，我嘛因为我有2个查某囝，我嘛爱甲教讲吼，你无比别人较，还是讲无比查甫诶搁较无好，吼。伊会当做诶，你嘛会当做。啊，我感觉这就是爱自细汉就爱教。咱若因为你若讲爱抵抗，应该爱这啦吼，应该即种诶抵抗是讲，咱有查某囝，咱爱讲吼，爱过去诶，还是讲你未来伫外口有拄着这父权诶人吼，你爱去抵抗，啊你爱认清，伊是毋对诶，你会当更较好，吼，嘛有即个限制。我感觉这是教育啊，嘛是，就是感觉我讲这是嘛是教迄真爱迄种物件，其实学校无教啊，比如讲咱爱父母啦，是讲咱爱家己爱去修这学分啦，嘿，对。对，我感觉就是教育真正是就是介重要。好，安尼就是阮遮有一个问题嘛，想要来请教信良兄，伫迄个甲女同事的秘密啊，伊前自头到尾啊，讲话的开口拢较鸭白，因单敢是查甫是第三者，啊，随时会互人牺牲的迄种状况咧。我甲设定就是确实吼，伊是应该是讲唯一我尾啊转来看，我去搁订购我这本小说《真爱部》，伊真确实是较鸭白。嘿，伊这个设定，伊可能是一个我无写作明，我嘛无我可能我嘛是条件无写作明，有可能是一个公司内底的主管，啊，迄个查甫只是伊的假作就是对了，我讲就是伊较假站的，啊，我有小可想要甲描写安尼啦，所以我还讲伊是一个求生的状况，迄个查甫的，伊是一个弱势，伊毋是永远的强势。伊可能第三者，我无条件写讲哦，伊厝内有家有某无，可能已经可能嘛有翁无，我无条件写这，有大概就是讲，毋是讲，其实因2个拢是第三者，嘿，送第三者，你是第三者，我嘛是第三者，到底送强势是？一段感情内底送强势，我讲无一定是查甫还是查某，拢以目前来讲拢是有可能的。我感觉写迄段是较趣味，就是因为有诶时阵查甫囡仔要拍七仔诶，话先就是拄着诶，无一定是迄个你想要，但是你成你诶个性可能无，你诶父权诶意识无定着，你颠倒会压落来。因为你为爱着较惨死，还是讲为着迄个爱吼，你颠倒会幸福吼，这个女性活足鸭白的你嘛是会介意，还是讲你嘛是会互伊吸去安尼？
我感觉这是唯一内底这本内底爱情的元素内底唯一迄篇女同志迄较特别的所在啦，嘿，较嘿。了解，安尼就是延续这篇故事的第43页遐，尾啊开始算的第4节有讲到，就是第三者的地位是足歹斩断的，袂输是杀袂死的家抓，每一只拢随时会互牺牲，死了随个活起来。这想要请教信用兄，就是安怎牺牲，啊，搁安怎活起来？就是这甲斩桃花迄段吼，某种程度有要成啊，要共啊，要共。啊，就是讲你斩桃花吼，其实是安那关公的刀，其实嘛斩袂断。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吼，查甫人，还是讲查某人头家啦，咱遮较平等的讲法啦吼，就是伊的个性，伊就想要头家啦。你安那甲用吼，你安那甲伊就是要头家。啊，就算伊即个第三者吼，即马伊甲伊交的即个人，互伊转去啊，还是讲换了啊，伊佫会佫找一个。咱讲的狗改不了吃屎的，是安甲迄个精神，迄个动物的本质伫遐啦。伊即个交了，佫交一个啦，啊，即个无爱啊，伊就换掉啊啦。一个，所以讲我就讲迄一个较素食的，素食的爱情安尼啊，伊就是一个佫换一个，爱过一个，佫爱过一个。啊，其实伊啥物拢毋知影啥叫做爱，啊，伊单单想要有一个就是性的迄落。会冲动，还是讲金钱的声，迄个吸引安尼，嘿，所以讲随时拢会当互牺牲啦，嘿，啊讲啊歹听，就是讲，是一个救星嘛，就咱讲啊快吼，就是无论是第三者，是讲人迄早期，毋是讲金光党迄个迄个去结婚，甲迄个关村的阿伯去结婚，啊一个。差足济过，啊，迄呢就是某种程度女性吼，女性伊其实伊迄嘛毋是爱，迄就是一个当做一个商品，啊，一个伊死了，我搁娶一个翁，好吧，迄落搁嫁一个翁，啊，嫁迄种嘿啊，啊，我感觉这就是第三者，我感觉迄敢是第三者，迄你就变成一个工具啊啦，嘿，啊，迄个嘿，大概是安尼。所以就是拄则信用兄你有讲的，家抓较亲像咧形容为着要生存生活的迄种，讲代表安尼。对。哦。我是讲，即种其实毋若是第三者啦，吼，咱讲啊快，咱讲啊政治也好啊，就是讲，迄个，讲安尼小可侮辱，啊，佫这嘛是事实嘛，吼，啊，就是迄个陆配啦，六改四，啊，即摆就规官拖过来，啊，我感觉你即种因真正是当然真正是为着爱情哦，我甲你也是讲为着要结婚了较来，啊，我讲这敢，因为我即摆讲的这话，当然毋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时阵会想到的物件，啊，我感觉我有迄个意识伫遐讲，到底这个爱情，这个到底是啥物物件，还是讲我明明爱你，啊，个我甲你交差不多男女朋友3个月，啊尾啊，你又讲会传一个简讯甲我讲，歹势啦，咱要分手啦，啊个过偌久，过一两工伫路顶拄着你甲一个穿插拍你的查甫人徛做伙，行做伙安尼，我讲这就是随时会当互牺牲啦。嘿，啊当然，我刚刚咧讲，就是我就随意识讲，其实我敢是无法，还是讲父权的观念，莫讲其实迄爱情就是安尼，还是讲阿兰讲的是对的。迄其实咧是钱，还是安怎？嘿，我感觉这是，当然我即摆是因为工作啊，小可分析我家己，还是讲写作的时阵，咧可能咧想的物件，可能大概是安尼啦。
了解。我感觉用家纸来形容，就是迄种关系，会当随时牺牲啊，搁等袂长、等袂掉迄种做有画面的。好，另外佫想要请教的是，毋知影伊真安怎看待因之间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小可写啊，就是讲袂当讲出来，就是通我写就写袂当写出来，意思就是安尼啦。就讲明仔讲咧，这其实我会当记的，就是讲我写一篇作短篇的小说，其实某种程度是要甲女性，就是我这篇内底，我某种程度我感觉较歹势，就是我拢甲女性写甲拢反背较无好的所在。啊，伊真就是伊真的是较人讲的女王啦，安尼啊的个性。啊，当然这秘密的伊嘛袂当讲，啥物人拢袂当讲。啊，个所有代志拢是伊来主裁安尼。哦，了解。好。谢，歹势咱时间小可前着啊，因为收精彩，佫想要佫加问几个问题哦，就是想要问阿芬迄篇吼，为第135页第4拍遐诶奉献，感觉着就是阿芬伫对方诶心目中是足重要诶。啊，不如讲对阿芬来讲啊，母亲诶爱情敢是袂使和看会到的钱财相比拼嘞？其实因为我阿芬的伊的细汉的时候，我拄则讲的就是讲伊捌互天地过，意思就是讲就是善乡啦吼，善家。按个伊某种程度，伊对伊的就是小说内底我的细汉的印象，就是感觉这个人，我甲伊角色描写是雕足雕的，所以伊较有尾啊来影响啊救美的路啊，迄个这女定安尼啊。啊，伊到底是伊要爱钱呢，还是讲伊要甲伊即个伊对就是即个查甫人，伊对伊遮好的查甫人，甲放掉，还是安怎？我感觉伊这就变有一个选择啦，有一个选择的情况情况伫内底，因为伊细汉就是，伊有细汉，伊想着伊细汉，讲因为小说的我啊，我讲台语互发钱，啊，伊调工去人迄伊啊，啊，互伊嘛是讲台语安尼互发钱安尼，我感觉某种程度是讲伊会感觉讲即个我吼。是有影爱伊的，啊个尾啊，伊可能嘛是有我讲的可能啦吼，可能嘛是选择金钱，吼，安尼，啊无条工去甲，无条工去甲迄落伊攻破啦，啊个咧，即个小说的即个我吼，因为一寡事件，互伊牵涉着，啊这是毋是阿芬害的，还是阿芬得着啥物物件？害我互凊杀，这大概是安尼。好，多谢。我想要问迄个京都迄篇啊，因为拄则信用遐有讲着，就是台西安娜就是见面甲荧幕嘛，毋过就是咱幼稚咧读诶时阵啊，感觉着讲结局无详细交代讲是啥人台西安娜诶凶手，毋过就是伫题内底有看到一段讲，伊对生了较水诶查某囡仔上有意见。我这老查甫，伊嘛无看伫眼内。这敢有咧暗示凶手就是一个水查某，敢就是俗啊，还是讲即只鬼，即只鬼就是无爱看见别人生了比伊水。遮诶部分敢会当请信用遐，就是小可甲大家解说一下。
所以我就讲，就是查某人对查某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较歹嘛。啊，你甲我讲迄段对，我某种程度就是要讲伊是凶手。啊，佫有一个意象，就是伊去伊个小说咧，我去殡仪馆的时阵，结果拄着见面，嘛是去看迄个安娜的尸体嘛。啊，我迄当阵的我看到安娜出现，伊的鬼魂出现，甲我记讲记迄个见面啊，所以某种程度我会想，原来我出现一个影像伫遐，啊，互我看见因两个人合作去甲安娜杀死的影像。啊，所以我原来恁两个才是凶手。啊，当然我遮无写注明啦，啊，佮其实某种程度是要暗示即个物件伫遐，啊，所以才好有牵煞着尾仔见面去自杀。啊，因为你的自杀，我还无去追究，然后然后上啊伊的囡仔佮甲伊号做安娜，我还看清吼，讲这爱情哦是何尼可嘞？你两个第三者后来害死安娜，啊尾啊一个自杀，啊一个生出来囝个好，对我来讲一个足憾过就对啊。嘿，啊上憾的就是尾啊，故事这个阿欣咧，就是阮某咧，啊电话来甲我问讲，你甲阿欣，你甲安娜敢有熟识？嘿，啊其实某种程度是要调讲去，我敢会是因果哦，就是咩讲，就是我参与即个第三者这游戏内底，其实我无参与着，啊，佮其实我有恁遮的人，我拢有伫内底。嘿，啊，恁安那，你来就是恁送甲送咧，真爱爱来去去，我拢看得足清楚。嘿，啊，佮我知影安娜是一个牺牲的人，啊，即做一个女性吼，伊自头到尾拢无讲话。啊，佮我知影你是用害死的，啊，我讲以我对你，对你这安娜的认捌，咱有做伙迄个交往的迄个阶段，我知影你是安那会遮戆，某种程度是对，迄个我吼，我对这安那的疼惜啦，吼，啊，这就是个，就是因为其实咱无真爱啊。哦，咱的真爱，恁其实已经结束。啊，佮我看起你哪会遐戆啊？去做人的第三者，这是另外一段情。我调工有无讲写作明啦，啊，佮是调工就是用阿欣即个，伊尾啊调工遐问我讲，你感捌阿欣？嘿，安尼。是有小可带一寡互看伊伫遮啦，啊，佮无调工工作明啊。了解。好，安尼，拄则形容他有讲着，就是你的观察，就是查某人敢若拢对查某人较歹，安尼敢有查甫人对查甫人较歹的迄种现象？你伫你的生活经验敢有拄过？我有就是查甫对查甫的竞争啦，就是竞争，就是要拍共一个人的时阵，我感觉我捌看过着啦，我捌看过。啊，迄阵阵就是变成，就是我这真就较歹讲，因为你若话应该爱看查甫的个性，话你若讲两个查甫的个性拢做有自信迄种啊。啊，迄个可能就有小争，啊，查甫等到查某囡仔就会讲，我到底要选啥？有即个真正的可能。啊，若有一个真正就是讲，一个查甫较强势，就是我讲的，种外表拍你吼，啊，穿衫嘛拍你，啊，外表较缘投啦吼，啊，体格较汉草较好，啊，另外一个就较无，啊，伊就某种程度除非伊是足有自信迄种诶，较有去啥人去。啥女方去甲伊交往嘛？啊，我诶经验是我确实捌看过，确实捌看过。
哦，了解。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信良兄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故事写了真有路，不管是心理也是肉体部分，毋知就是感觉想过讲，要写长篇的爱情小说，也是情欲的小说，这部分的题材咧。目前无，按过就是我有想要写长篇的，按过伊个情爱的部分嘛是拢会写，按过伊个拢是，咩啊讲，就是我拢较写去写较偏较黑暗的部分啊，较顺的迄种情爱。我感觉我可能写袂啥出来，因为就是已经有年岁啊。当然是有机会啦，嘿。啊，个就是我感觉就是小说，莫讲短篇、长篇，其实12000拢算短篇啦。啊，这种情爱这个元素，我是感觉讲，伫小说内底是占足大的一个物件。你看电影啊，还是讲任何小说，我感觉袂少拢是即种物件。啊，因为迄是就参像咱是做人，还是做一个动物吼，的本质需求的物件。啊，无论是心理，还是讲血体吼、肉体即种物件，我感觉无论无论中年，还是讲老即种物件，我感觉我毋知影，我可能安尼讲，可能想过落个，就是一般查甫人，我感觉迄拢是足爱看，还是足爱，就是需要的，这是一个需求啦，嘿。啊，我感觉写这，我个人是讲我爱写啦，嘿，我爱写，嘿，爱写即种物件。啊，我感觉这嘛是啥人看，嘿。对，因为应该讲，不管是情爱还是迄种感情，拢是因为人类就是之间的互动连接，就是一定有即种物件的产生，所以这对大家来讲，就是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的，所以这确实是就是写小说内底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好啊，今仔日真多谢信良兄拨时间来甲大家分享这本册内底的内容，啊嘛真感谢三位有志的水声朗读陪伴大家，还佫有咱幕后的工作人员，啊咱的今仔日的讲座就差不多到遮结束啊！会记得下个月9月的时阵，信良兄的即个考册这本诗集，那嘛会邀请作者本人来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思念，也佫有伊做老爸的心情，真期待。安尼，咱今仔日的讲座就到遮哦，多谢大家，咱后个月搁在线顶相会。好，多谢，谢谢，拜拜。多谢，再会。